继续来看新北市新庄的中和街，昨暝10点外，有一个女驾驶，互远景砸落来要临检，伊提出着证件，伊无配合，远景全拍破着车窗，伊搁打油门，企图要来冲撞着远景，最后互死的远景甲扭落车来压制。原来这个女驾驶是进前捌演过本土剧的艺人侯庆杰，洪用妨害公务罪移送法办。 本来远景冲过去，甲查某人压在地涂骹。查某人一直黑白叮当滚浪，伊涉嫌开车弄远景，当场就被逮捕，因为几分钟进前。应该有吸入，你刚刚违规，你刚刚在用手机。远景顺路的时，看到已经青灯啊，不过白色的车也是停伫咧路中央，就准备要拦查，不过驾驶毋但无配合，阁想要黑白枪来逃走。不要动了！民众后就在民安西路上有海中路牌。远景提棍啊，一直卡驾驶座的玻璃，不过驾驶原来继续向前。远景嘛险啊，互拖行，边仔民众伫咧街仔路看到这幕，是拢总惊一跳。先压制一下，他们开车撞我。 代志发生伫咧昨暗新北市新庄的一个路口，驾驶是43岁艺人侯庆杰，伊当时青灯阁无向前开，阁哪用手机啊拿塞车，远景甲拖查，伊阁拒绝提证件，远景卡伊的窗仔，伊阁目睭想要向前冲，最后互死的警察压在逮捕。进而驾车朝远景方向行驶并逃逸，远景呼叫线上警力顺利支援拦停该车。本案依妨碍公务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。为什么要拒绝逃逸？ 为什么要开车用手机？面对媒体龙头咧咧，甲真正抵抗远景完全无共款。侯庆杰讲是要买物件，才无向前开。不过伊无食烧酒，车顶嘛无违禁品，是安怎要这么大动作来拒检逃逸？最后这么两杯，互人逮捕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